大家用開相關預約系統網站，應該都好熟悉。預約系統有好多唔同種類，而家我嚟推介一個平台，可以非常簡單嘅設定預約系統，適合新手使用，就能輕鬆完成。首先，去返後台預約頁面，按預約類型，先點擊新增嚟建立一個新嘅預約系統。以下我會逐一介紹每個功能嘅用途。首先係要設定預約系統嘅名稱，跟住落嚟係預約時段，例如設定為1小時，意思係每次預約僅限1小時。如果只需30分鐘，就設定為30分鐘。然後呢第二個功能用嚟設定預約時間隔幾多分鐘，以及可預約嘅日期同埋時間範圍。空白處表示唔可預約嘅時間。目前已經設定為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上晝9點至到11點，下晝1點至到4點。呢個可以精確控制可預約時段。如果唔想喺星期一上晝接受預約，就將該唔想預約時段綠色範圍刪除。咁從下晝1點開始先至能夠預約。再嚟第三個功能係控制同一時間可預約人數，例如9點鐘最多允許3人預約，超過3人之後，後續使用者就無法再預約該時段啦。之後第四個功能可以設定通知及限制。通知功能作用係指當有人預約，系統會提前係發送一封通知郵件，告知有新預約。限制功能可以設定每日總預約上限。例如，不論從9點到幾時，如果設定每日最多3人預約，如果超過3人，成日就無法再接受預約。第五個功能付款設定係用嚟決定係咪需要顧客付款。第一，選擇要求顧客使用信用卡支付。第二，選擇讓顧客自行決定係咪付款，或者直接設定唔需要付款。第三，選擇俾顧客直接唔需要付款。第六個功能係自訂表單功能。例如新增一個名為 Test 嘅欄位，設定 field 到期類型，設定完成後點擊更新，系統就會生效。此外，仲有選項，設定完成之後啟用通知功能，當顧客預約時，系統會發送電子郵件通知管理者，並同時通知顧客預約成功。完成設定後，只需將代碼氹入你需要頁面就可以使用。如果需要設定付款，首先進入設定中嘅支付選項，裡面有 PayPal 同埋 Stripe， 你可以揾我哋 YouTube Channel 相關嘅支付教學影片，了解點樣設定 PayPal 或者 Stripe。如果想試用呢個平台，下方描述欄 Demo Link 可供試用。